的手，天意的剧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歹势，我最近还无闲，歹势无咧看呢。唔怕啦，好姊妹啊，恁加够你啊着。你这个也唔过来，怎么过来？唉，唔知啊，了亲少，了生意哦，唔知哦，全部安弄啊，迄咩关我一家啊？什么个喏？哈？唉，啊，当久啊，到了还无上去讨啦。哎呦，时代在变的啦，你后生一上目个同以前完全无共样，因为无办法了解很多，对无？我有咩讲，要求讲吼，穿几多钱本啊，含迄种嘛个太事业啦。我是希望佢吼，实实做得当投入心球落来，安样人吼，我真一样做得变下来，做得幸福的，按其实做唔到啦。唔是讲伢当久啦，我不卡两怎么穷样，家也同阿家人啊，那两只吼都了无男朋友，你就讲啊，什么人啊，迄多太地啊，是不是嫁唔出去哦？就讲阿妹唔是说，佮汉白事情，佮就唔是差不了。嘿啊，你都以前哦，做都本啊帮啊妹拢个骂死哦，特别上讲嘛个哈，哈你一摆吼，你都做年牙而饮食地的啦。哎呀，你啊我啥唔敢，老东姑安讲啊，迄句哦真金唔通爱拖心球哦，快退咯。唔会啦，伢东姑按怪当糖牙花，买来要托不用啦。哎，弟弟也是唔通花啦，用欠都买死咧。错啦，阿曼，我看人家人咯，东姑的感情如何呢？无啥啦，啊家人吼，交流本来做心球好嘛。甲东姑按罗是按怪，哎，我认真真叫死呢，无合啦，哎呦。嘿哦，谁做唔得？哎，无是太好咧，吼，人家太妹按怪，当个都不甲天出菜吼，还交流那不卡吼，三川做本来生还是唔是熟咧？哎呦哦，该师傅按人者，一天都袂叫吼，叫较多得了，本来突按个也袂无聊。好咧啦。嘿，你讲上男孙的上了不点的啊！你们唔知我不卡是我两家店的当日正儿可爱，可人家当然咩希望嘅实实拢爱拖只心球落来，拢爱叫较多孙的了本爱吐。好了好了，实在啦，莫讲大人前方咯，伢来要托不用啦，莫笑啦。哎，你唔知啦。嘿，来。阿东姑，你喊白唔使麻烦啦，是川军过来时候，唔使行走了2天。哦，嘅我潮红喺床底啊，快啲，所以我就想即刻送过来啦。哎呀，来，小王啊，安姐姐，安姐姐。其实我们打电话过来没做得啦。反正我冇乜事情，潮冇啱乜迎客，所以我就想即刻送过来就好咧，當做去散步啦。我看，你家了幾乎都看家眷呢吼。唔飛啊！哦，茶龍睇過，你強見少了。唔係啊，其實我你只是當中意家眷吼。你要中意嘅，心肝都咁講哦，大家未看得出來啊？誒，茶龍睇過，你中意佢哦，冇太常講出來。
多時節啦，阿英姐變腳者哦。好，就算你查夢啊，你扶唔查你啦。真勁哦。哎，家俊，嘉慈姐，下組這位哪裡啊？哦，有一出好戲冇看到呢。嘛個好戲啊！真唔知哦，做下組嘅東東泰國過來演嘛，阿陳姐啊，專門佢哦對阿英姐嘅感情，結果哦，阿英姐拄好轉來，比糖到呢。真嘅啊！嚇，我冇看到。唔係很暗號出意料啦。哦，原來東東泰國做演藝記啊！我用乜看唔出來呢？唔知哦，藝藝記咁會做啲東東泰國啊？不過有隻茶王做記從，你超好啊！安尼我帶你就冠軍茶做的事。你這些想乜㗎？我嘅啲，你想乜खेल先讓阿英姐個東東泰國調強下，好冇？點解你講下咩啊？問我做奉獻啊？冇啊，那要。你兩個係心意相通哦。話曬啦，幾時上？結婚啊！我適合唱呢條嘅嚇。哦。還有呀，我數學嚇，有呀嚇，我不想你講嚇。哦。我去睡神睡美人覺。結婚啊，世界唱條呀，還有呀，那陣處理好不上你講，對啊。愛會睡美容覺。等下，睡美容覺你應該係愛吧？來，拿得，乖乖哈。喂，你只搞得一隻啦，錯啦，你你冇嘢嗬，做一步啦，你那邊學功夫嘅，根本就裝歪路嘅，只搞得一隻嘅。有糖豆，佢冇糖豆，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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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糖豆。用聽講你見到面。為乜唔吃鹽啊？唔准啊！唔准啊！如果假如有糖豆，因為看起來就冇事嘅樣嘅，係呢個對我冇意思啊，所以調試就冇糖豆嘅樣嘅。唔錯，唔咩用咩用？佢喜歡我。佢唔喜歡我，佢中意我，佢唔中意我，佢愛我，佢唔愛我，佢愛我，佢唔愛我，佢愛我。唉，阿東姑，你又係無聊啊！唉，糖豆，我糖豆，有糖豆，我糖豆。今日有人做啊？係啊，天氣人好，我去較早都要出門啊。係啊，今日天氣又唔會煩呢。攞我坐一下冇？冇，唔是。叫請班嗬，喺來等下，聽班就好嚟啦。哦，我啲有得等就好咧。哦。家陣大早是出門嚟呢？哦。我看你哦，真係老聲音呢，有心事哦，是空唔係？
落去摸喊下哈。阿东哥，你係咪要買事情來講啊？冇。你想問家境嘅事情吼？你係要做自己，是老佢講啊，幹嘛嘅喏？我唔對佢嘅想法呢，我講哦，我以下同佢講，我中意佢，佢會講到，佢會唔適應啊。我咪擔心，其實係單純嘅哦，把我當作小時候鄉下交嘅好朋友親親啊。你係要做自己，是老佢講啊，你想人都怎麼的？你真是當中意家境哦。家己啥主動掉落去講啊，冇你用我哋嘅心肝都想下噶。本是加一隻機會，咪本配曬一隻機會啊，做麼？係啦。奇怪哦，咁明明就標得到啊，你冇拿配地方標，好奇怪。阿妹，你就會按你啦，我嘅東西就會留，可能存我嘅東西用錢得多哈。咁那要親戚嗎？阿妹留了這麼幹啊？民國68年嘞！阿妹，要從鄉頭做就冇了呀。拼街角買1送1。什麼啦？還加了錢啦？嘿，你富強嘛免挨而用的呢？哦。係啊，那留了種做嘛咯？哦，我上班要錢的啦，破個鐘啦。就掠多出啦。阿妹，你對美食跟熱情哦，還有研究精神哦，真嘅哦，係無人能及呢吼。哇，我請到你啦，哈哈。哎，然後感覺真奇怪呢，我畢業未過哪副嘅名做嘛咯？就係啊，然後搞起麻煩啊，買個莫名其妙的規矩暗鬥。那個啦。在海天拜，你鄉下是家己吼。係啊，阿廖，我總係唔記得講，明明過日的吼。冇要緊啦，你還沒做得很阿良啊，來堂官你很阿良啦。看咱嘅有限吼，喺鄉下裡戶政事務所辦離婚，阿娘唔係做得。他做你日本啊？明白。你看，來
你爱做嘛干咯？你们后悔呢？我冇别的意思，这生意没有用到就要费咩哈？爱做不是拿你的钱的。你还没本呢啦，迄本生意呢？基本上呢，家就咧姊妹喺度睇咩？你说俺们来穷样，甲阿妹同来负责一些就要费，你们已经可以咩嘛？明白？你按样讲吼，我真经当减少啦。我无非也着做我妈该，我喊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不但无恨爱，还愿意老小龙哦，当做你爱来的来食材哦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阿廖，我都不应该啊！点解希望俺哋要按好按乖什么么咯？也轻松这位小龙我照顾好了，也你心态之间对吗？啊，你说了哈？好，明白。什么意啊？好了，我有了，来弟，来弟。阿妹啊，你今天有去量钱呀？嗯，你量按多钱做嘛用呢？我阿爸，你没得一般在露台咩？家总共用没得咩？也得平间费用没轻重，还有，俺们有义务要推点数了。呀，冇呀。冇啊。有事吗？冇啦。冇啊，冇啊，先你说哈，跟他早点休息哈，啊。从呢，叫公哥，叫佢不偏嘅来嘅，佢喺我嘅露台呢。家英，我中一叫，唔用嘅说，一家错冇，係啊，咩家咩？家英，有一件事，我想去同你讲，其实我中意一叫嘅。从小时候，我就中意，我记得我送过你镜子。阿东姑，你做嘛？做嘛去个老去个公法？我，做嘛安静的？冇。还没有嘛事情冇人讲，还有嘛事情人讲？冇。冇？确定冇？真嘅冇啦。刚刚有事情，我先行。哦，家英，唔记下要等到挨讲乜嘅冇？家，你干嘛？冇。冇？冇事。真嘅冇？真嘅冇事啊。好，刚刚有事情，那先行哎。家英，干嘛？我现在挨送唔起啊。
不是的啦，啊，真记得后面等哪点是那先老爷。哦。阿东哥，太硬的呀，讲出来呀，讲乜嘅？食菜哦，吹哥。来，喝茶。你吃谁？俺小到另个不意思啦。唔是啦，唔是无限啦。我今半日来，系想和老公讲今日讲嘅事情，嘛还事情啊？唔记得的哦。所以老姨夫卡年吃饭的事情啊。吃饭？嗯。哦，俺记得了。俺没想到你真跟老吃饭嘅事情哦，变到心都红了。佢当然啦，冇啦到那讲笑的哦。那个该有的吃饭嘅事情吗？给俺系啊。不过阿妹当天姨夫卡年做的食饭呐。唔会想要帮阿妹失望吧？那再讲吼，假使唔想拿老太子有姨夫卡年食饭的经验，那免当反娘安尼你的呀？那上太子免老来穷养啦。太子吼，要百万反对，是因为佢真正当爱我，无爱那来恨对吗？我记得，佢写世界写文章的时候有写过，佢最爱的人是阿爸。佢咩希望将来做得像阿爸咁样，做一个当有名的厨师。俺对不起你阿弟哦。所以讲，你阿爸做唔得再对唔起人家的话，唔管样诶，太尽量的反对。唔注意听我老师也吞饭，好冇？我一定会去的啦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哎，你天幕还蛮给啊3个月啊。看到聊天数好哎。哦。你今边样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迄无注意做菜，你还会天数呢？因为以前啊，你要做聊天数诶，蛮给做好噶。变了哦。冇会发，然后你用基层弥漫对不咯？牙就低哦，你迄爱来老爱唱弥漫了嘅哦。做姜唔唱唔过爱，那呀女强人的封号吼，唔免加呢。好，女强人，那就靠你了。当然冇问题，靠爱。不用一点料为你来。老弟，包一了。当简单。拜托好冇，亚个哦，迄3个月呢，唔系小笼包呢。当然包啦。来，你看，3个月那个料哦，你们不用太多啦。好，你看，安尼就好了呀。3点呢，就数安尼，不用的，安尼，安尼。捏的一组好呀。对呀，你看，安尼唔就，现在就出来了呀。对吗？再捏3公年呢。拜托好嘛，你那讲嘛。那丁真啊，那吼，我穷要弥漫了吼，
好像多年，很介意。太姐啊，我今年了也没讨论过，我请阿爸转来吃饭。哪年呢？他在礼拜日，我老爷就请他吃饭对吗？嘎子姐啊，嘎子大美女。这还差。今日條行太吼，哇，我要看很多東西啦，當葱呢，幾兩衫吼，全部攝得嘞，個珍珠奶茶，我啉一盒就好。哎呦，拜託一下呐，你世界宇宙超級無敵大美女呢，是唔講應該當好啊，哦。好啊。好。应该用这种乖的。哎，冇禮貌啊！喂，是咪家球哎？你夾球要按冇禮貌哈，連停都唔停下來。真的呀？黑俺先得罪他的。啊？就松拜啊，俺们黑去参加个越南相亲。哦，我嘛该啊哈。唔咩啊？你做出電影嘅人哦，總係做幾樣戇事情。唔過吼，也就證明啊，水面夾球哦，成關度做人太子啊，其實乜按欠呢，係嘛？唔過俺就想要天數嘛，俺太子哦那麼固執，俺驚哦，水面嘅球會浪費青春啊。哦。佢是講聽我食飯，你太子咁樣做？俺弟啊，而家講件無都嘅錢啊，唔過佢唱係咪形容阿爸呢？哦，今日結天哦，聽我冇料嘅啦。做乜噶？田講應該不考慮示範，講乜嘅事情啊？講嘅乜嘅法啊？你媽以前愛師傅呢，故作人哋不考慮事情，做人嘅事情啊。這個講暗通嘅事情，俺用做在冇皮到師傅身邊哦。拍馬屁唔清波唉，田講嘅咯，係我提拔我讓阿爸吃飯呢。唔好緊張啦。不用輕鬆，這是傳飯聽聽啊。20年嘞，你一家人分開20年嘞，你還係提拔佢一家人向下食飯。
有太寂寞啊？无啊，今无这阵无看到伊啊。奇怪呢，伊拄个上马街呢，倒伊遐拄个哪有变？师傅，安尼你啊？哇，很香的吼。稍微去请老师了。真紧哦。哇，师傅，三下来吼，我炒的东西啦，全部人准备好的。哦。练功夫哦。啊，你阮这种事呢啊，做按多种种人的时间哦，3000多了。做你老师傅风我，迄眼用很了。啊，什么？很香。好的。狗腿。阿妹，先去准备啊。好啊。那等啊。好食材哦。师傅啊。小屁精。嘎子，你听做的啦。我知啦，我当今上去看到赢掉啊。图太好未哈？ 4年级，哦，图马街啊？教育人力资源发展学系。当好，当好啊！也咪睇下啲嘅做下无限哦。咱要来听书啦。有啊，你唔记得咱要去太祖寺啊？哦，做下弟弟不会读啦。我知啊，你喺我部卡。你唔可以叫下來啊？啊？哦，好啊，好。今日嘅朋友啊，做到当成功咧。这边医生也成讲係咪嗬？係啊，講算講啦。睇邊睇？走。但是
摆，切咱这位吼，树每轮木竹啦，啊，也地理好吼，素养哦，木切的啦，不用等啦，还讲咩谈？来，不要紧，退来啦。你都要洗木竹啦？哎呀，行啦，我带你洗木竹。哎呀，变小白兔，靠你弄个伞，菜哦。 歹势啦，我要梦想要叫啊，不过我无看过阿爸，我要梦想到有因嘅外母卡做咧，全部卡给伊向我煮菜。实在很戆呢。我就已经叫人阿妈爱哦。哦，今日冇忙哦。 我知道啦，今日咯應該少少嘅，唔好連木啫。難得咯，做老人爸人未向下煮菜食飯，故所今日要好好記啦。我要行叫啊，嗰種適應嘅咁樣，實在哦。幾冇啦，我家下講嘅小花蹦糖，睇埋以後嗬，少少行要做啊，對冇？ 做伙吼，有伊啦，伊就阿爸去加油啊，橋到擺咩？結果安全帽跌到路空啦，佢加油站咪後生嘅啊，就講阿爸，你唔會跌得嚟呢？安尼要問警察嚟翻咯。阿爸就講，哦，佢係行咗一年嘛，經過人家加油哦，佢上下就講哦，哇，阿爸哦，你哋話唔太啊，如果行咗一年安全帽，當辛苦，佢就繼續落加油。阿爸行阿姨，佢後生就。 阿爸加油！阿爸加油！阿爸加油！好嘅啦，我個叫人啊！加油！白痴！哎呦，阿爸咩啊？哎呦，仲係聲呢？尿尿係嘛？來，坐得起來嘛？坐得。哎呦，慢慢來。哦。 我痛啊！我痛。哪邊痛？是不的。哎呦，咁係聲嘅，你等下你企一下哦。哎呦，拿你的東西，別錯啊！好的。係聲嘅，我去醫院嘛？唔是的。啊，你痛到啊呢？去醫院好嘛？唔是。啊，我最近都排聲呢。唔會啦，好。啊，你還要去哪？我轉不開了。啊，不開到哪呢？不開都幾好。 嚟啦，入邊咧你再貼好嚟啦，好嘛？啲東西慢點。哦，好。嚟啦，我嚟檢查好嚟，好，嚟，你慢慢行哦。你嘅腳痛到嚟呢，嚟，東西不用掂。嘿，好啦，排泄哦。哎呦，好，你踩快啲呢。哦，長啊。我前肩，還有等下我嚟老爺嘅踩少一下會啊。 太子都會做嘛該喏，也唔對哦，你太家都會登記哦。哎，都是要的啦。我冇先說好啦，我電腦去個菜就冷退了。冇要緊啦，等伊轉了向下死啦。佢冇點樣轉來啊？阿廖，你坐嚟，坐下來。好。阿珍姐，做點上菜嘍。
错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来来，啊，不错了。那个做安叫用夹菜哈，食材哦。哎呦，它甜蜜呀！我是班的啦。哪个天数好的啦？不是人家错啦，快点收嘞。快快，吃饭吃饭，谁？嘿，吵乱。叫我吃啦。含油含油。先生。开车啦。安子生好，麻烦你送。无啦无啦，迄个哦有鸟的，再给大家听下本来。好，安子生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哎呦，鸟干的了。啊，大概天发转好了。哎，哪个天发呢？啊，哎呦！哎，用的啦，敢蛮分分意意的。太极正音唔转，奇怪，佢用做得安尼呢？根本迄个 T 牌做得了全部卡给人向他示范的。神龙太高啦，神龙太高本来当特别的遗传，我永远记得这遗传呢。阿廖，汉杰村你转来时间了，当然日本的朋友同生意转来台湾，啊同大家叫我洗手了啊。咪妈，神龙以后有机会啊，我会带家长转来台湾，老娘讲多谢啦。你听哦，咱们同乡看到咱日本的阿弟啊。好，来，阿志大家。你也是人年嘞，还冇做到正阿爸的经验。不过啊，也了了生意呢，就按设施，也按有成就，了一切啦。就会弥漫牙功劳啦。来，弥漫，来敬你，来敬大家。我做大家敬你咧，我想咱应该做了。我等下下么？我想冇听错，我等下下，干老师转回来啊。我想哦，你冇离开，佢唔会转来啦。我哋哦，我做对体会，佢冇法通原谅我嘅心情啦。多大啦？这样所有的事情，就会我唔错啦。阿廖，日本加入一些时间咯，我想基本上同的啦。美帝加入本身就真善良的吼。我知啦，加油！可是迄一早，某个事情就先想到骗人的，总迄老七家的事情变到最迷的什么的啦。我当感谢天公保佑，帮我一趟老弟向我做水的时光啦，让我永远记得我的心肝肚呢。青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
眺望故乡河，悠然的人，思念的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相随。残霞畔爬高帆，你的笑声忽然又抚琴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。